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讀書或者放工行街，行過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總會見到一間好醒目，用一個日本妹妹公仔做招牌嘅日式麵鋪。冇錯，就係味千拉麵。以前邊個星期五、星期六夜晚去食，門口唔係排晒長龍。嗰陣時一碗拉麵賣到30-40蚊，直情係中產後生仔女展示生活品味嘅象徵。但邊個會估到，當年風光無限，分店開到成1000間嘅拉麵第一股，今日會搞到咁嘅田地，股價由最高位直插到底，暴跌咗96%，成個上市王國嘅市值足足蒸發咗148億，全線分店一間接一間咁閂門，掀起咗一陣令人心寒嘅倒閉潮。網上更加係鬧爆，話佢當年包裝出嚟嘅50年骨湯神話根本就係一個大話，仲爆出洗潔精洗面嘅食安異聞。今次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個曾經創造出香港女首富嘅餐飲巨頭，到底點樣由神壇跌落谷底，一步一步走向商業帝國嘅大崩盤。講起味千拉麵，大家直覺都會覺得佢係一間日本公司，對不對？其實成件事最精彩嘅地方就係一場不折不扣嘅借殼包裝商業神話，背後嘅靈魂人物就係曾經被封為香港女首富之一嘅潘慧。潘慧呢個人眼光真係非常之毒辣。喺上世紀90年代中，即係1995年、1996年左右，當時嘅中國國內同香港經濟正處於起飛階段，大家對生活質素嘅要求越嚟越高，尤其係對日本文化、日本美食有一種近乎崇拜嘅心理。潘慧當時去到日本九州旅行，無意中試到一間由松光家族經營、店面細細但味道唔錯嘅拉麵鋪，就係味千拉麵。當時呢間鋪喺日本其實只係一間好普通嘅地區連鎖店，根本談不上咩全國名店。但係潘慧一食就覺得呢個係一條絕佳嘅財路，佢用咗好大嘅勇氣同決心，同日本創辦人談判，成功拿下了味千拉麵喺中國內地同港澳地區嘅終身獨家特許經營權。1996年在香港開設第一間分店開始，潘慧就展示出佢超凡嘅商業手段。佢無將味千當作普通街坊麵檔咁做，佢要做嘅係輕奢快餐。咩叫輕奢？即係裝修要高檔，燈光要柔和，播住日本歌，服務員要有禮貌，將食一碗麵嘅過程包裝成一種時尚嘅中產消費體驗。當時香港同內地嘅快餐市場基本上係麥當勞、肯德基呢類美式炸雞漢堡嘅天下，中式麵檔就多數係污糟邋遢嘅街邊細鋪。味千拉麵嘅出現正好填補咗中間呢個巨大嘅市場空白。潘慧將一碗喺日本賣幾百日元嘅平民拉麵帶到香港賣到30-40蚊，帶到內地賣到30幾蚊人民幣。喺上世紀90年代末，30幾蚊食一碗麵絕對係高級消費，但偏偏大家就係好受呢一套。味千拉麵最成功嘅殺手鐧，亦係後來令佢萬劫不復嘅根源，就係佢嗰句震撼全行嘅廣告標語：白湯之神話。當時味千在所有宣傳單張、鋪頭招牌，甚至係餐牌上面，都大字標題寫住佢哋嘅拉麵湯底係用豬大骨經過足足20個鐘頭慢火熬製而成。更加誇張嘅係，佢哋聲稱呢啲骨湯裏面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同鈣質。食一碗味千拉麵，入面嘅鈣含量足足等於4杯牛奶、3碗骨頭湯。喺健康意識開始抬頭嘅年代，呢個文案直情係打中晒所有阿媽、後生仔女、白領嘅心。大家覺得去麥當勞食炸薯條係垃圾食物，但嚟味千食拉麵，有肉有麵，仲可以補鈣，貴少少都值啦。憑住呢個50年骨湯神話，味千拉麵在香港同內地好似坐咗火箭咁瘋狂擴張。喺2007年，即係味千登陸香港嘅第11個年頭，潘慧帶領公司正式喺香港主板上市。上市當天，市場反應熱烈到不得了，股價瘋狂飆升。潘慧身家暴漲，連續幾年登上胡潤餐飲富豪榜嘅榜首，成為行內公認嘅餐飲女王、香港女首富之一。當時嘅味千市值最高峰時期衝破了160億港元。潘慧喺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意氣風發，直接拋出了一個震驚餐飲界嘅千店計劃。
揚言要在極短時間內在全國開夠1000間分店。嗰個時候嘅味千真係風頭無兩，邊個講起日式拉麵，第一個諗到嘅一定係佢。然而爬得愈高，摔得愈痛，呢個由資本同包裝堆砌出嚟嘅神話，在2011年迎來了毀滅性嘅重創。2011年7月，有傳媒深入味千拉麵嘅後廚同供應鏈進行調查，結果爆出了一個震驚兩岸三地嘅大醜聞。原來大家每餐飲得津津有味，以為熬足20個鐘頭，補鈣等於4杯牛奶嘅純白骨湯，根本就唔係在廚房師傅用大骨熬出來嘅。呢啲湯底其實係用一種由山東工廠生產嘅豬骨湯精濃縮液運到鋪頭之後，由廚房員工直接用熱水沖調出嚟嘅勾兌湯。消息一出，成個市場直情係炸開了鍋，消費者覺得自己被欺騙咗好多年，網上嘅憤怒排山倒海而來。大家買30幾、40蚊一碗麵，買嘅係職人精神，買嘅係健康熬製，點知到頭來你俾我飲嘅竟然係10幾塊錢1公斤，用化學同工業化手法調配出嚟嘅濃縮湯包。面對公眾嘅質疑，味千拉麵一開始嘅公關回應仲要非常之傲慢，試圖逃避責任，但隨後各地的監管部門紛紛出手介入調查，上海嘅工商部門更加係直接開出罰單，證實味千拉麵存在虛假廣告宣傳，欺騙消費者。當初宣傳話鈣含量比牛奶高4倍嘅數據，原來係味千自己拿去檢測嘅濃縮液數據，而唔係賣俾客人加咗水沖淡之後嘅麵湯數據，兩者嘅差距足足有幾十倍。呢次骨湯門事件對味千拉麵造成咗致命嘅打擊，誠信一旦破產就再難以挽回。一夜之間，味千拉麵由健康有營養嘅日式高級快餐，變成了人人喊打嘅大華精連鎖店，鋪頭門口嘅長龍瞬間消失，換來嘅係冷清清嘅堂食場面。事件發生後嘅短短幾日之內，味千拉麵喺香港嘅股價跌到不成人形，市值在幾天之內蒸發了幾十億。雖然潘慧後來親自出面鞠躬道歉，又推出各種各樣嘅優惠，試圖挽回客源，但消費者嘅心已經死咗。呢個50年骨湯神話嘅幻滅，正式拉開了味千帝國崩盤嘅序幕。如果話骨湯門是誠信嘅崩塌，咁後來接二連三爆出嘅食品安全問題，就係將味千一步步推落深淵。在骨湯事件之後沒幾年，味千在內地同香港嘅分店又多次被媒體同食客爆出衛生環境極其惡劣。最轟動一時嘅，莫過於有員工踢爆，甚至有食客親眼目睹嘅洗潔精麵爭議。有分店嘅廚房員工為咗貪方便趕時間，在洗碗洗廚具嘅時候，未徹底清洗乾淨殘留嘅強效洗潔精，就直接用嚟盛載煮好嘅拉麵同湯底。有食客食發現碗麵上面漂浮住一陣不尋常嘅化學泡沫，聞落去甚至有陣陣濃烈嘅洗潔精化學香味。食客當場投訴，事情鬧大之後，雖然鋪頭方面進行了賠償同道歉，但餐飲業最講究嘅就是入口安全。這種連洗潔精都洗唔乾淨嘅低級衛生錯誤，讓味千嘅品牌形象徹徹底底跌落谷底。網民甚至諷刺佢，以前係化學骨湯，而家升級做化學洗潔精拉麵，邊個仲敢帶屋企人去食？一個品牌如果單純係公關危機，只要產品夠硬，管理跟得上，時間久了或者仲有機會翻身。但偏偏味千拉麵在內部管理和商業決策上，同樣犯下了一連串無可挽救嘅災難性錯誤。首先是管理層嘅內部腐敗。在2018年年底，味千拉麵爆出了一宗震驚財經界嘅家賊難防大案。當時在味千工作了足足10幾年，深受潘慧信任嘅首席財務官 CFO 劉家豪，被公司發現利用職務之便，進行了長達接近7年嘅瘋狂挪用公款行為。佢通過私自簽發支票、修改會計賬目等手法，神不知鬼不覺咁，從公司嘅銀行戶口裏面足足偷走了接近2600萬港元。呢件事簡直係荒謬，一個上市餐飲巨頭，自己嘅財務最高負責人竟然可以連續7年神不知鬼不覺咁將公司嘅錢據為己有，
去買名錶，去過奢華生活。呢個案件直接暴露了味千拉麵內部嘅財務審計、內部控制體系根本就形同虛設，漏洞百出。一個連自己荷包都管唔好，入面生晒蟲嘅公司，你叫投資者點樣對你有信心？股東紛紛拋售股票，股價再次迎來一輪慘烈嘅下跌。除咗內部高層偷錢，潘慧在投資戰略上嘅唔務正業，更加是加速了資金鏈斷裂嘅主因。在拉麵主業開始走下坡路嘅時候，潘慧並無將心思100%放回如何提升麵條產量、如何改善湯底研發上面，反而迷失在資本市場嘅投機遊戲裏面。當時互聯網外賣平台在內地興起，潘慧看中了其中一個叫百度外賣嘅平台。在2015年，味千中國透過旗下子公司大筆一揮，砸下了6000萬美元投資落去百度外賣。一開始呢筆投資睇落去好似賺到股，隨住平台估值上升，味千在賬面上確實錄得了一筆好可觀嘅浮盈。當時潘慧同管理層仲好高興，覺得自己轉型做投資女王非常成功。但花無百日紅，內地嘅外賣市場競爭極其殘酷，美團同餓了麼兩大巨頭瘋狂燒錢補貼，百度外賣很快就支撐唔住，節節敗退。到了2017年，百度外賣被餓了麼以極低嘅折扣價收購，呢次收購直接導致味千拉麵之前嘅投資打水漂。在2017年嘅財報入面，味千因為呢筆投資錄得了一筆高達接近5億元人民幣嘅巨大虧損。呢個數字直接將味千辛苦賣拉麵賺返嚟嘅利潤全部吞噬，導致公司上市多年以來錄得首次年度淨虧損。用自己主業賺返嚟嘅血汗錢去玩自己根本唔熟悉嘅互聯網資本遊戲，結果輸到損手爛腳。呢個決策失誤讓味千元氣大傷。而在主業方面，味千拉麵更加是陷入了不進則退嘅尷尬境地。幾十年間，市場嘅餐飲生態早就發生了翻天覆地嘅變化。以前大家覺得食味千好高級，但隨住去日本旅行變得越嚟越普遍，香港人、內地人對真正嘅日本拉麵要求越嚟越高。豚王、一蘭、金色不如歸、鳥華亭，各式各樣，正宗由日本師傅主理，每日新鮮通宵鵝湯嘅拉麵店開到周街都係。消費者一對比，高下立見。味千拉麵那種機器化生產、熱水沖濃縮液嘅麵條同湯底，在真正嘅日本拉麵面前，簡直就係快餐店水平。更慘嘅是，在快餐、平民餐飲呢條賽道上，味千拉麵又因為自身定位太高，兩頭唔到岸。近年內地同香港都面對經濟調整、消費降級嘅大趨勢，大家食一餐晏晝飯，追求嘅是極致嘅性價比。內地一大批新中式麵館，好似馬記永、陳香貴、張拉拉、府東書院等等，紛紛崛起。人哋10幾20蚊人民幣有一大碗新鮮現拉嘅牛肉麵，湯頭清甜，續麵仲要免費。而在香港，各式各樣嘅車仔麵、米線鋪，好似譚仔三哥，30幾40蚊已經可以食到配料豐富、分量十足嘅米線。反觀味千拉麵，幾十年如一日，一碗普普通通嘅叉燒拉麵，在香港賣到60-70蚊，在內地也要40-50蚊。環境無人家新潮，味道無人家現牛嘅好食，價格仲要貴過人一截。中產白領覺得佢不夠檔次，平民街坊又覺得佢太貴，唔划算。味千拉麵在不知不覺中被市場狠狠地邊緣化咗。經營數據最能反映現實。根據味千近年公布嘅財報顯示，佢哋嘅核心經營指標翻台率出現了斷崖式嘅下跌。在2010年左右嘅黃金時期，味千拉麵在香港同內地嘅分店每日嘅翻台率可以達到5次甚至6次，即係一張台一日可以做5到6批客，賺錢賺到數銀紙，數到手軟。但到了近年，呢個數字已經跌到了2次多啲，甚至連維持日常鋪租、人工嘅開支都非常吃力。翻台率暴跌帶嚟嘅直接後果就是瘋狂嘅結業潮。當年潘慧意氣風發提出嘅千店計劃，最終最高峰也只是勉強開到了800幾間，從此就再也無上去過。近年來為咗止血，
味千不得不關閉大量虧損嘅不良門店。每年財報一出，大家見到嘅數字都是淨關閉幾十間，淨關閉上百間。很多開在大型商場核心位置，曾經是地標一樣嘅味千分店，都默默地圍上了木板，換成了其他新興嘅餐飲品牌。上半年內地高端麵館市場倒閉了接近3萬間。味千拉麵雖然靠住大幅度削減行政開支，甚至要向日本重光產業談判，下調特許權使用費來，勉強在2025年扭虧為盈。但明眼人都睇得出，呢個拉麵帝國已經是日落西山，苟延殘喘。資本市場嘅反應是最誠實、最殘酷嘅。投資者睇到你誠信破產，高層腐敗，投資失利，主業被對手打到毫無還手之力，邊個還會留低？味千中國嘅股價從當年上市後最高位嘅接近13蚊港元，一浪低過一浪，一路陰跌，跌到變成幾毫子嘅仙股、垃圾股。截至目前，股價累積跌幅超過了96%。成個商業帝國嘅市值從最高峰嘅160多億跌到而家只剩下返10個億左右，148億嘅財富就咁在時間嘅洪流，在消費者嘅唾棄聲入面徹底蒸發，化為烏有。回看味千拉麵這30年嘅喜樂興衰，真係令人不勝唏噓。潘偉當年憑藉敏銳嘅商業觸覺，將日式拉麵引入中國市場，利用高超嘅營銷包裝手段，成功創造了一個8億市值嘅餐飲王國，自己也一度登上了女首富嘅寶座。呢個開局絕對是完美的，但遺憾嘅是，成也包裝，敗也包裝。味千拉麵千不該萬不該，將營銷嘅大話當成了真正嘅產品，護城河大話精終究是要自食其果嘅。在餐飲這個行業，無論你嘅故事講得幾好聽，裝修幾咁豪華，最終決定一個品牌能走多遠嘅，永遠是那碗擺在消費者面前要入口嘅食物。當初用50年純骨湯嘅謊言將消費者捧得有幾高，真相大白嘅時候，消費者嘅報復就有幾深。骨湯門事件之後，如果味千能夠痛定思痛，徹底拋棄工業勾兌，全面轉型做真正嘅職人，燕牛拉麵或許還能在中高端市場留下一線生機。但可惜佢哋選擇了繼續用快餐流水線嘅思維去應對，一邊應付食物安全嘅漏洞，一邊將資金抽去玩資本投機，最終在消費降級同群狼四起嘅市場爭奪戰入面，輸得一乾二淨。味千拉麵嘅大崩盤，給所有做餐飲、做企業嘅人留下了一個極其深刻嘅教訓。消費者可以被欺騙一時，但絕不可能被欺騙一世。任何建立在虛假神話之上嘅商業帝國，底座都是沙子做嘅。表面睇落去再高大雄偉，風一吹，始終都會面臨土崩瓦解嘅一天。當年那碗陪伴無數香港人、內地人成長嘅味千拉麵，終究是成為了商業歷史教科書上一個令人嘆息嘅反面教材。